咁至於空心石屎牆嘅做法，基本上咧就一樣嘅啫，爭在起牆嘅第一層牆腳磚用嘅咧就唔係用翻空心石屎磚，而係用實心石屎磚，因為咁樣先至方便第日釘腳線同埋加強呢個阻水功能噶。仲有大家喺斬切空心磚嚟用嗰陣時咧，就要小心啲。你知啦，空心嘅嘢特別脆弱噶嘛。咁而紅磚呢，就要隔日淋透水分，等磚嘅表面擎乾水之後先至做得。如果砌同埋淋水都喺同一日做嘅，咁效果就會冇咁好噶啦。最後輕質砂磚嘅分別咧，就係體積比較大，重量又比較輕，而且用嘅就唔係英泥沙，而係用生產商提供嘅原廠膠沙至得嘅。咁當然工友亦都一定要依照製造商嘅施工細則嚟鋪砌輕質砂磚啦。如果大家都做得好，靚女都當你係寶啊！咁所有工序做完晒咧，又可以驗噶啦噃。係啊，承建商嘅管工驗完之後，再交埋驗收報告，如果合格嘅，就可以要求則師代表再驗收。不過嚟驗收嗰陣時，有好多地方要特別注意㗎噃。嗱，好似磚牆嘅位置同埋厚度，一定要跟足圖則同埋墨線完成。每幅磚牆嘅橫、平、企、直同埋磚縫嘅差誤，都要用比例計算。舉個例啊，好似3米嘅磚牆呢，差誤就唔可以超過10mm啦。另外，磚牆嘅企縫一定要對公，磚縫之間就要填滿大約10mm厚，同埋要凹入大概10mm深嘅英泥沙。英泥沙嘅厚度要均勻，而且仲一定唔可以透光添㗎。而磚牆嘅床喉位置就記得要雙邊填平抿滿。磚斬切嘅時候一定要準確，暗喉底箱位置就要正確，唔推歪得噶。磚牆頂部兩面都一樣要填平飽滿。牆頂啦，如果超過30mm咧，就一定要用啱尺寸而又完整嘅石屎磚嚟鋪砌嘅，千祈唔好用磚碎嚟砌啊。咁至於門頂嘅石屎門楣就要安裝正確，入磚牆嘅長度要合乎規格。門楣如果冇磚牆承托嘅話，就一定要依圖則喺石屎牆度用角碼嚟到承托啦。最後就係要確保磚路網、石屎牆賴鐵、門框磨耳、暗喉位賴鐵都適當咁樣安放好至得嘅。冇錯啦。嗱，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工友都能夠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